經路加福音1章77節，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，就知道救恩。嗱，呢句聖經嘅上文咧係撒迦利亞對嗰個嘅約翰話：孩子啊，佢要做嘅事，要將耶穌基督傳開，知道叫百姓知道，叫以色列人知道，叫佢嘅百姓知道，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。因為耶穌嚟要為我哋全人類預備咗救恩，信耶穌得永生，接受神嘅救恩，罪得到赦免。今日我哋人要死亡係因為有罪。但係唔單止係有罪，因為已經有咗赦罪之恩，所以如果你唔信耶穌係滅亡嘅話呢，係唔單止因罪而死，亦都係因為拒絕咗赦罪之恩而死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已經有咗救恩，罪得赦，快快信耶穌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